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宇聯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係大埔太湖花園。太湖花園合共有2期15座，單位總共有2476伙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係第2期，入伙日期係1994年12月。發展商係信和地產。太湖花園係大型屋苑，會所設施，近港鐵站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。附近有好多食肆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單位，實用面積435尺，2個房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放售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。廚房業主提供咗有石油氣爐、抽油煙機、簡潔嘅櫥櫃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。大廳分為左右廳，涇渭分明。廳窗係落地玻璃，向南，景色宜人。業主提供咗1部冷氣機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客房。客房大概有50尺，業主提供咗1部冷氣機，有1部大型嘅衣櫃。房窗開揚，提供咗1部冷氣機。睇到呢個單位嘅洗手間，洗手間有窗係明廁，原本嘅浴缸改咗為企缸。我哋睇睇單位嘅主人房，主人房大概都有60尺，兩邊都有窗。廳窗開揚，有景。業主提供咗1部冷氣機。如果邊位朋友對呢個筍嘅放售盤有興趣嘅，麻煩聯絡世紀21宇聯地產。世紀21宇聯地產，多謝各位，多謝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